来看今仔透早2点外，伫台南市六甲区宣湖路一间卖农业机械的店着火，一家伙5个人掉伫火场。消防队伫透早5点甲火拍花，伫厝内找到5个人，一对翁仔某甲3个囡仔拢不幸过往。因有一个13岁查囝，针对舞蹈团去意大利表演，闪过一场火灾。着火原因目前搁调查。半暝，台南六甲这栋3楼大铁厝的透天当咧庆5烟，明显看出着火。消防局接到通报，赶紧派19架车、37个人赶去拍火。消防人员到现场了后，发现1楼嘛已经着火，规个烧起来，赶紧救水线拍火。火势一直对半暝2点外，炭烧到透早5点外才拍花。不过在检查火场的时阵，伫咧3楼砍铁厝的所在，发现5个人拢中罹难。因为它有楼梯也有天井。那我们不排除是1楼，有可能1楼、2楼，但是只要有垂直通道，这个烟囱效应很快就会蔓延到各个楼层。最后我们是在3楼的阳台，这个加盖的铁皮屋那边破穿，终于把烟排掉，已经发现无味的一个大体。消防局初步调查，这栋着火徛家是一间农机行。因为现场顶真侪物件熬着火，造成消防队抢救困难。3楼大铁厝后壁嘛无逃生出口，加上人家厝内底有天井，造成高烟甲火势炭烧了真紧。这个厝主是一个45岁姓陈的查甫人，伊甲38岁姓吴的家后，阁有4个囡仔大做伙，敢若大汉祖囝伫咧国外表演，无伫咧厝，逃过一劫。伊就所在矮啦，无法度人买啦。我当然就唔知讲我生的嘛唔知。因为我看到他大儿子在2楼的阳台在用自来水在浇他们的遮雨棚。后来我打电话打完，他就不见人影了，他又冲进去。台南市长黄伟哲透早收到消息，嘛赶去现场关心慰问，只是协助火灾善后。消防局嘛呼吁民众徛家莫订伤济熬着火的物件，而且爱装徛家火灾警报器。量早发出警报，量早逃生。也若是火灾原因，也有待调查厘清。记者综合报道。